明通制药以日本汉方制剂技术为核心，这40多年来专注于科学中药的研发与生产，不断优化制程，确保产品都能发挥最大功效，保持安全、稳定、高品质，积极落实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 ESG 目标，从药材种植、生产、制造到供应链管理，全方位践行绿色制药理念。推动可持续发展 （ESG） 责任种植与绿色制药迈向低碳可持续发展。负责任的契作模式，确保永续农业。我们特别与东北地区的农户建立契作合作，采用可持续种植技术，避免过度采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。所有种植采用森林林荫下自然生长模式，不使用化学农药和人工催熟技术，确保药材纯净安全，同时保障农户的稳定收益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。太阳能发电供应部分生产电力，为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，我们在厂区安装太阳能光伏系统，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部分生产电力，减少碳足迹。燃煤锅炉改为天然气锅炉，传统燃煤锅炉碳排放量高，污染环境。为降低碳排放，我们已全面改用天然气锅炉，减少二氧化碳、硫氧化物及颗粒物的排放，使生产更环保低碳。绿色循环经济，药渣再利用，减少浪费。在生产过程中，中药萃取后会产生大量药渣，我们不浪费这些资源，而是将其循环再利用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。药渣制成有机肥料，药渣用于黑水石养殖，用于生态农业，提高生物资源利用率。明通制药不只是一个品牌，而是中药现代化的实践者和领导者。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，传承千年智慧，以最高标准守护您的健康，同时推动绿色科技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，共创美好未来。